今日我想請教高太，點解近年外露防水膜越嚟越多人用喺天台、露台同埋外牆防水？因為用外露嘅防水膜快、靚、正，唔需要拆舊磚，直接由表面防水防漏，仲抗紫外線，最適合香港嘅天台、露台同外牆。今日就要拆解外露防水膜係咩嚟，介紹市面上有咩唔同嘅外露防水膜可以揀。好啊，好啊。防水膜簡單嚟講就係幫建築物着一件防水雨褸，專門用於戶外嘅高分子聚合物防水材料。佢唔需要額外嘅保護層就可以長期抵禦各種惡劣天氣。咁外露防水膜咧有3個核心功能：第一，能夠形成一層無縫嘅防水屏障，完全阻隔雨水滲透；第二，外露防水膜有出色嘅耐候性。香港氣候特點係夏季炎熱多雨，冬季雖然相對溫和，但仍然有較強嘅紫外線輻射。優質嘅外露防水膜能夠抵抗紫外線長期照射，唔會因為陽光暴曬而快速老化、開裂或者係變色。第三就係彈性同埋抗裂性能，建築物喺溫度變化下會產生冷縮熱脹，基層材料就會有正常嘅微細裂縫產生。高質嘅外露防水膜具有高彈性同埋抗裂性，能夠覆蓋並適應啲裂紋嘅變化，防止水分通過裂縫滲入結構內部。點知道邊隻外露防水膜好唔好呢？咁就要睇下說明書關於以上功能性參數，例如耐候性能及抗拉強度等等。我先講下有啲咩高分子聚合物嘅防水膜可以揀啊。最普遍咧就有1丙烯酸樹脂，即係亞加力；2就係聚氨酯 （PU）， 高級啲嘅可用 polyurea 聚料或者開 MS polymer。市面上住宅用最流行亞加力為主原料嘅外露防水膜。咁市面上有啲咩牌子可以選擇呢？其實咧，你可以入高建網店防水材料分類中嘅防漏膜，就有好多選擇啦。一般住宅天台外牆防水，我會介紹依3個型號。一西卡 Cicalastic 560，呢個亞加力防漏膜添加咗 PU 成分，瑞士名牌有保證。2意大利馬貝 Aquaflex， 佢嘅亞加力防漏膜配方中加咗纖維，增加咗韌度。3亞洲第一品牌東方雨虹 YH Code 900外露防水膜，優異斷裂伸長率，性價比高。我見市面上仲有好多品牌同埋型號嘅亞加力防水膜都好平喎，有啲仲話要加底油。咁施工嘅過程係點？有冇咩貼士？點樣唔會踩坑？雖然都係亞加力防水膜，但係使用喺不同場合效果都會唔同，一分錢一分貨，只要產品性能合乎你工程嘅要求就可以。另外，如果你喺光滑地面做防水膜，最好先用增強黏結力嘅接合劑，例如喺馬貝嘅水性底油 Primer G， 再油防水膜。第二，如果地面係光滑嘅磚面，為表面接合更好，建議先油底油。例如馬貝 ECO 乾透之後再油防水膜。第三呢，如果喺天台施工，記得唔好只係油地面，要油埋上牆身30 cm 高嘅凹漏位，油跨過牆就更好，有足夠嘅防水膜保護，就好似同佢着咗雨衣咁咯。多謝高太講咗咁多有用嘅資料俾我聽，好有用，期待下次再索多啲料。揾高建，一站式防水維修物料就係咁簡單。